小姐你好，我来办理出院手续，这是出院带药处方间。小姐你好，我来办理出院手续，这是出院带药处方间。小姐你好，我来办理出院手续，这是出院带药处方间。好的，请您稍等。好，请等下。好，请等下。您好，请您拿着健保卡和药单到隔壁药局领药。好，请拿件健保卡同药单到隔壁药局领药。好，请拿件健保卡同药单到隔壁药局领药。这是张俊宏先生的回诊单。这是张俊芬先生的回诊单。这是张俊芬先生的回诊单。预约回诊日期是6月14号早上的8诊，32号，记得回诊哦。预约回诊日期是6月14日早上的8诊32号，记得回诊哦。预約回診日期是6月14日早上的8診32號，記得回診哦。謝謝，不客氣。羅勒，莫客氣，羅勒，莫客氣。你好，這是我先生的藥單，麻煩你。好，這是我老公的藥單，麻煩你。好，這是我老公的藥單，麻煩你。請問您先生叫什麼名字？我先生叫張俊宏。請問你老公乜嘅名聲？我老公按照張俊芬。請問你老公乜嘅名聲？我老公按照張俊芬。有張俊宏先生的健保卡嗎？有啊，謝謝。請稍等哦。有張俊芬先生嘅健保卡冇？有。羅勒，請等下哦。有張俊芬先生嘅健保卡冇？有。羅勒，請等下哦。這是1禮拜的藥份，這個止痛藥1天吃4次，3餐飯後和睡前。這是1禮拜嘅藥粉，這止痛藥1日14度，3餐飯後同睡前。這是1禮拜嘅藥粉，這止痛藥1日14度，3餐飯後同睡前。胃藥飯後服用1天吃3次。胃藥飯後服用1日13度。胃藥飯後服用1日13度。記得哦，雖然要吃藥，還是要注意3分吃藥7分調理啊。記得咯，雖然愛吃藥，還是愛注意3分吃藥7分調理啊。記得咯，雖然愛吃藥，還是愛注意3分吃藥7分調理啊。請問有什麼服藥注意事項嗎？請問有乜嘅食藥注意事項冇？請問有乜嘅食藥注意事項冇？注意飯後服用，約餐後半小時左右。注意係飯後服用，大約飯後半點鐘左右。注意係飯後服用，大約飯後半點鐘左右。了解，了解，了解。要麻煩您在病患出院準備服務表的用藥指導這一欄，受衛教者這一欄上面簽名。愛麻煩您在病患出院準備服務表嘅用藥指導列欄，受衛教者欄位上背簽名。愛麻煩您在病患出院準備服務表嘅用藥指導列欄，受衛教者欄位上背簽名。好了，謝謝你，再見。好嘞，羅勒魚。順行。好嘞，羅勒魚。順行。